今集分享一下匯景自助餐，佢位於灣仔會展。今次係通過 KKday 訂位，7個人用咗5030蚊。座位嘅景觀非常優美，環境舒適，食物區域都幾大。而家開始分享一下食物，我由冷盤開始。首先食嘅係沙律，我最鍾意自製 Caesar salad， 跟住食日式，刺身選擇有5款，都幾新鮮。據說壽司味道都唔錯。今晚嘅生蠔嚟自法國，味道鮮美，每人每次限取3隻。凍海鮮嘅選擇都唔少，有龍蝦，仲有蟹腳。凍肉就放喺海鮮嘅隔離，我比較鍾意呢度嘅凍海鮮。跟住去到熱食，我以印度菜開始，呢度款式都唔少。我鍾意食佢嘅烤雞同烤魚。繼續睇下其他嘅熱盤，呢度嘅蘑菇湯大家覺得好好飲。扒類嘅牛扒同埋羊架，我試咗佢個牛扒，亦都試埋側邊嘅香煎魚柳。羊架今次就冇試。今次發現另一道菜式，就係大家好鍾意嘅烤芝士，製作過程都幾特別。我亦都試咗佢嘅爐端燒烤魷魚，發現旁邊嘅蠔餅更加美味。最後去到中式部，試咗佢個乳豬同埋扇貝，食得太滯口，後尾去咗食嗰啲水果，然後用棉花糖蒸朱古力噴泉，甜品有雞蛋仔同埋蛋撻，仲有盒裝雪糕，熱嘅甜品仲有朱古力心太軟。我最鍾意食拿破崙蛋糕。飲品方面選擇豐富，咖啡自己沖，飲酒就要加錢。餐飯大家都食得好開心，好值得推薦。